屏东县是全台湾畜猪的第二大的县市，差不多每4条猪的都有1条是对屏东来的。传统畜猪业制作的漚粥水、搭烹煮的米线等上本人过载，假使有无良心的业者半夜偷偷的排放无处理过的漚粥水，污染到河坝，乡亲喊过是无干无实。为初到改善研究以来畜牧污染的问题，今年新北乡公所是全国第一家。自家只能去查对，定期去查中度的畜牧场的漚粥水，由各社区共下来激发污染，自家家乡的环境自家来救。接到线报，新北乡4条社区去查对，等等气象认证，而且出面是对哪来的？你看这个水有没有？现在又黑黑的了，那是又有偷排。现在有跟环保局讲，他们说他们要来测量啊，测量臭味。去查对，顺等河坝浸，而浸出污染来源。前几天就有村民在检举说这边有排那个猪大便，他说我们村民来告诉我们，就上来看这边的水很浑浊啊，可是这边的水就很清啊。好啊，我们就去那个通知那个乡公所的清洁队。新北乡民无到1万3人，唔过照统计，乡土畜猪场就有28场，约近51000人只猪位，猪位嘅数量係乡民人數嘅5倍咁多。也就係講，桃園嘅啲鄉民就係負擔至少5隻豬位嘅飼料，係講遇到無良心嘅業者，挑排無經過處理嘅漚粥水入到河壩轉叫，民眾佢無解釋，向地方環保檢查單位澄清，實仲係料唔到。鄉民唔想再講遠呢，新北鄉公所行睇全國的挑戰，今年6月起始，結合鄉土7里村中鄉10業社區發展協會，正係持續稽查隊監督鄉土畜豬場排漚粥水的情形。喂，環保局哈，我這邊是新北鄉建工村，我們現在在亞登機場，他們現在正在排放。人在排嗎？對，在現場嗎？我們人都在現場。9月初，鄉長帶隊到建工村，扭到亞生畜牧場勇敢地頭排無經過處理的豬屎豬尿入到轉叫，嗰所鄉公所開出第1張6000元的罰單。亞生的有冇吼？伊個是我安尼出去查的時間有冇吼？伊都驗米驗甲啊，講說都完無處理，都安尼排出來咩？我安尼鄉民幾好欺負樣嘅。哦，nim菜人用為所欲為啊你，哦，嗰時有村民看到啊你嘛吼不服，哦，他個人都互相都聯合起來，哦，甚至啊你個團有嘛吼，也個稽查隊啊，因軍太團啦。鄉公所開出嘅罰單錢唔多，唔過係係地方最基層嘅公權力嘅伸張，希望本環保局韓國從事也嚟問題。水污法，它雖然罰款高，但是它必須是，比如說，即使它在正常的排放口，它在排放水的時候，你才可以來去檢測它，或者它繞流的時候，你也要抓到實際的證據。好，那當然，如果民眾用錄影的這個方式，是不是可以？其實我們也試過，但通常他們都會用一些這個等於說訴願的方式啦，訴願的方法，就是說。通常這個抓這個部分哈，其實並不是很容易啦。長期這樣個案去舉發的時候呢，遇到一個問題，就是個資常常被洩露，所以就會開始接到恐嚇。用這樣的稽查隊，等於是全鄉都被動員了，那麼各個角落這些的養豬戶，他就成為容易被稽查對象。這樣的好處就是說，他可以快速收集哪一些養豬戶，他其實3不5時已經出現偷排的問題。屏東縣係全台灣第2大畜豬的一件事，約計127萬5千隻豬位，喺全台灣的23.2%，差唔多近4隻豬位就有1隻係屏東來嘅。屏東縣總共有1795場嘅畜牧場，依法就會設廢水處理設施。不過約200隻以下嘅小型畜牧場就冇安尼嘅限制，照統計小型嘅畜牧場就有790場，有43.9%係環保的大問題。屏東本來就是定為農業縣哦，所以屏東的養豬就是存在很久了。
所以大部分第一个就是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小，小而零星，分散在各地，所以它的污染的控制情形也能力也比较差，比较不好控制。里面有的280以上，你没有发现讲，刚才抢人个做人个180有50座，也几条村了，又没人去污染，唔得嘛有啊，唔得嘛负责任啊，所以我产生的问题。200头以下的这种养猪户啊，那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用水污法来开罚，最多就是环境卫生。环境卫生开罚一次就是1200块钱，它并不是非常高的这种开罚的方式了哈。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哈，能够尽量不要用这种棒子，在我们提出更多的胡萝卜。屏东县小规模的育猪场安多有伊个原因。我爸爸妈妈时代啊吼，伊连都靠要的100只200只个猪的吼，许个维持家庭啊。啊，因为土地因下，又因贵啊，无办法讲去买，无办法扩产出个，所以讲有维持讲啊，刚才都100只200只望强啊，维持家庭啊咧。新型的个猪场的投资，我过多钱，给下俺的课题的说的时间，给下离农林牧又划设一些所谓的水质水量保护区，所以环境的限缩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的厂，好比较不冇按简单和投资。加上俺的个也产业的个也投资经验不太。传统的也个许个少的，今年快整病。上海嘅也按多年来嘅难题，屏东县政府按上爱规划项目专期，由专业嘅公司听数规划专业嘅丰富设备，辅导育猪业者落来。所以如果再集中处理起来，可能它的水质就会比较能够处理的比较完善。另外，我们现在也在讲这个循环这个资源，所以我们可能。在这部分可能也会跟这个绿能方面在做结合，沼气发电呐。唔項目專期，他假如改鬧，無論實體內都有人反對，但搶外縣實體內都一定難剔透。養殖專區是在別個地方是無所謂，現在人大多都要保護自己啊。那因為養殖專區在這邊的話，附近的都會影響到，所以我們新埤鄉反對啊。你那市場哦，到底就無人歡迎啦，真哦。真阮公所吼，如有要入来市地市街，阮一定哦，拢有人数，袂使你入来啦。政策看安怎样处理啊？哦，袂当讲哦，啊，大概有地方在通食，阮说是比赛啊。我们的构想是说，未来他们可以不在自己家里的附近养，那我们在一个集中区里面来做这个养殖的时候，那等于是说由一个大的这个专区里面，当然。这个大家就等于是做这个所谓的这个代工养殖的这个方式，就控管方面来讲，会是比较容易下去集中管理了哈。那也对于这个生产成本来说，会比较可以整体的降低。中央畜牧場同成塊畜牧場落喺屏東縣內表現一定好嘅育豬場，唔過一定對實專期嘅看法稍為全無共用。是很好。但是问题是可不可以做？你政府碰到阻力有多大？我觉得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。当然你没有办法解决，你就不要提。养猪专区的话，我们可以那个环保的问题哈，可以比较容易解决了哈。因为我们就会比较设计在远离住宅区的地方嘛。因为现在哈，就是讲你若要找一个养猪专区哦，人拢会控精啊。哦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公权力的介入，我个人是觉得是有必要。不然的话，养猪这个产业现在都是零零散散，反而制造的问题又是更多了。乡亲的生活环境、猪農嘅產業發展、安養嘅素養，唔單止係新埤鄉嘅挑戰，還可以屏東縣未來發展嘅大考驗。